动一下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动一下，试着动一动。不是，我这，你这，不是，这穿了？马上拿出手机，录像，跟我一起说。手机有个视频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等等，录视频必须要用方言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今天又接了2个大单，还都不中，一共21.3块。接下来去干更大的活了，饭都来不及选了。